厨娘，你说吴一带回来的女孩在他房间里边，我找了一圈也没找到啊。都是我不好，好端端的一个黄花大闺女，就这么让人给糟蹋了。乳娘，你先别哭啊！你说什么呢？吴一跟我说，江小姐是送给寨主的压寨夫人。压寨夫人，所以我想偷偷的给放她走。可是怎么了？还是让寨主给看到了。你把刚才的话给寨主说了？那他什么反应？他可高兴了。哎呀，该死！那现在呢？现在寨主带他去洞房了。啊！哎呀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我不知道，所以我来找吴一小姐了。我找过她了，可她现在不在房里，也不知道现在去哪儿了。在找啊！哦，好的，那你去找吴一，我去找寨主，希望我可以阻止他，好吗？好。哎，走。从头到尾，十全十美。吴一，我知道你对爹非常的好，我一向都知道你最孝顺了。大美人儿，我来啦！站住！是不是？这个女子你动不得。你说什么？她其实是一个千金大小姐，她的父亲跟官府特别的好。如果你跟她那个的话，她我们后患无穷啊！我们做山贼的还会怕那些狗官？走！哎，站住！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们可以用它来要挟他爹，他爹肯定会拿很多银子来换他的。我跟他这个那个之后，我们就是一家人了。啊，女婿孝敬岳丈呢，也是天公地义。我还会贪他的钱吗？走！哎，寨主啊，我的意思是说，这个女人其实天生淫荡，人尽可负。她要是做了您的压寨夫人，会有失您的威名啊！兔崽子，她是吴一送给我的，吴一会害我不成？不是，更何况，她就是仙女下凡，出尘不染，我才不会信你的鬼话呢！走，走啊！寨主，我的意思是，我觉得你再啰啰嗦嗦，是不是想找死啊？来人，在。寨主，把他关起来，不到4个时辰，不要放他出来。不是，站住！你不能碰他，这是场误会，他不是一件送给你的。站住！美人儿，我再来。待着吧。求求你，快去找一姐吧！那女子真的不是一姐送给寨主的呀！我才不管这些呢！妨碍寨主风流快活，我才没你那么笨呢！哼！暗箭伤人，非君子所为。哎呀，我怎么沦落到这步田地啊？兄弟，你没事吧？你先休息一下啊。
宋世杰，本来你心肠歹毒，又欺骗我爹，我早该把你给宰了。不过你走运，最近诸天点化了我，姑且放你一条生路吧。我真搞不懂，你又不放我走，非把我困在这儿，又不杀我。不如这样，你放我跟上珠走，最多我半句都不跟别人提，好吧？你以为我还会相信你吗？第一次见你就欺骗我的同情心，欺骗我的信任，欺骗我带你来到这里。喂，现在好像是你硬要把我锁在这个鬼地方的。哦，你的意思是我拿了块石头砸自己的脚啊？哎，算了，都是你对。当然是我对了。嘿，什么都是你对，我都错。你是观音菩萨，我是牛头马面。那你要是放了我呢？你就长命富贵，金山银山堆满窝。哼，你果然是虚假，言不由衷的。明知我是山贼，还说什么观音？我是有金山银山，我的金山银山哪里来的？还不是打劫回来的。你是不是想我打劫你啊？简直就是不可理喻，夸你也不行，骂你也不行，你到底想我怎么样啊？我还没想到，反正我山寨米饭多，我想到再告诉你了。你放我走吧。我走了之后呢，我真的不会告诉其他人的，绝对不泄露出去，一句也不会说。嘴上说的好听，心里不是这么想的吧？我心里想什么你也知道，你会读心术啊？我当然知道，你们这些自命正派的人呢，最看不起我们这种绿林好汉。我放了你，你不想我死才怪。我发誓，我对天发誓。发誓有什么用啊？像你们这种人呢，最喜欢做那些有损阴德的事。那我宋世杰当天发誓，如果我做过什么有损阴德的事情，一定无子宋钟，当如此鸡。不是吧？真的这么雷啊？好天龙！哎，美人，你醒过来了。这里是哪里？我怎么会在这儿？啊，我知道了，我想我是走错地方了。哎，一点都没错，你呢是我女儿带来的。啊，我差点忘了告诉你，我就是本寨的寨主，我的名字就是万人敌，意思就是一夫当关，万人莫敌，够威猛吧？啊，您就是这个山寨的寨主啊？嗯。啊，对不起，打扰了。哎，你急什么？你去哪儿啊？我们还没有您是这个山寨的寨主？啊，真没想到，寨主您是这么的英俊伟岸。既然我到了贵宝地，您是不是该请我喝杯酒呢？喝酒？怎么，您不愿意吗？喝就喝吧。丽姐，不好了，你带来的蒋姑娘被寨主抓走了。现在寨主让她做压寨夫人，马上就要洞房了。喂，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喂，放我出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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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放我出去啊！寨主大人，小女子先干为敬。喝。来。又来。一起干。好，干。寨主真是天生豪爽，像寨主这么英俊伟岸，
想必贵山寨财宝一定很多吧？小女子天生没有别的爱好，就是喜欢看金银财宝。不知寨主能否让我见识一下？正好，我什么都不多，就是钱最多。真的？可以带我见识一下吗？可以啊，随便看，满意吗？这么多金银珠宝，还有银票，寨主果然不凡。爹，哎，丫头，你别以为这样就能够威胁我。我现在就是在威胁你，你能把我怎么样？这些金银珠宝，我只要把蜡烛一扔，就会付之一炬。爹，究竟怎么回事？还问？早说了，色子头上一把刀啊！哎，美人儿，你搞什么呢？如此良辰美景，当然要点个蜡烛才有气氛。啊，你真是多鬼主意啊！不过你搞东搞西的，我很累了，要去睡觉。那你就先去宽衣解带啊。啊，对，先宽衣。好。还有这么多银票呢。对对对。哎，美人，你这是干什么？蒋尚书，我命令你马上把蜡烛放下。蜡烛在我手里，凭什么你命令我，我就要听你的？无疑，你在哪里找来这头怪物回来？你想怎么样？很简单，你放了宋世杰。行。朱天，你快去把宋世杰带过来。遵命。怎么了？宋世杰不是走了吗？怎么会在我们山寨里面呢？啊？老爷，上周他整整1夜没有回来，他一定是出事了，你快点想想办法呀！他肯定是找世杰去了，可能是路上出了点差错而已。又是那个宋世杰，哎，要是上周有什么事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他。哎呀，你上周可能真的遇到山贼了。山贼？此话怎讲？老师和师娘可知最近山贼横行？以上珠的聪明才智，除非遇上了连智慧也解决不了的问题，一般的事情是难不倒的。那怎么办呢？哎呀，老爷呀，我们只有上珠一个女儿啊，快想办法，想办法呀！我现在就去找何大人。老师，快！这件事情何须劳您亲自跑一趟呢？何大人是我的表叔，我回去跟他说一声就可以了，相信一定可以把上珠找回来。老师师娘放心，在家里慢慢等我的好消息。程鹏啊，那这件事就拜托你了，为师在这给你行礼了。哎，老师，万万不可，你这是在折学生的寿啊！不瞒老师和师娘，我对小师妹已经爱慕很久了，我也一直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，自己的家人有难，我怎么可以不尽全力呢？老师和师娘请放心，我一定把师妹完好无损地带回来。哎呀，我们上珠真是太有福气了！你们2个人从小青梅竹马，现在啊也到了男婚女嫁的年龄了，我等着喝你们的喜酒呢。那上珠的事情就交给你办了，啊，你赶紧把她找回来，我做主，你们2个马上成亲啊！那就有劳师娘了。现在当务之急，我要把小师妹找回来。老师师娘放心，我现在就去找何大人。学生告退。好，赶紧啊！哎呦，菩萨保佑啊！我这，哎呦。
宋世杰，你敢骗我？世杰，你没事吧？放肆！寨主，我问你，梁山泊是不是一个讲信义的地方？当然了。宋世杰信守承诺，我很有诚意加入贵寨。我本来是想偷偷下山买一份厚礼送给寨主。你如此对我，我不能这么狼心狗肺。但是我走到山腰，竟然被人打劫，这个要杀我，啊，那个呢就要把我关起来，怎么讲得通啊，寨主？啊，我差一点就见不到你了。哦，你现在怪我啊？你迷惑我爹，现在还说我不对。那寨主，你要抢压寨夫人也说得过去，但昨晚我已经跟上珠有了肌肤之亲啊。那我既然是山寨的兄弟，你现在抢兄弟的妻子，那你算不算是不仁不义呀？这个嘛，哎，寨主，虽然我没有你这么英雄仗义，但怎么也算是七尺男儿啊。如果我保护不了我的妻子的话，那我就枉为男子汉了。啊，我现在就打爆他的头，然后呢，我再打爆我自己的头。但求寨主让我们合葬吧，我就很幸福了。我也是做大事的，这种女色呢，我看得很轻的。只不过刚才因为我以为是吴一他一片孝心送给我的礼物，我也是勉为其难呢。宋兄弟，我跟你做兄弟啊！爹啊！你还说，全都是你，哎，还有你，快点跟人家道歉。一切都是祝天的鲁莽，二位大人有大量，别记小人过。要我跟他道歉，罚他的春秋大梦。哼！喂，一场误会，干嘛这么认真呢？啊，做大事不拘小节。宋兄弟，有我的气概啊！啊，宋兄，哎，我也不叫你宋兄弟了，太见外了。我以后就叫你贤弟。行啊，我很荣幸。那朱贵便道，这位就是东京80万禁军教头，姓林名冲，绰号豹子头，高俅太尉陷害，刺配沧州。那边呢，又被火烧了大军草料场，杀死了3人，逃走在柴大官人家，好生相敬，因此特写书来，推举入伙。哇，说得好啊！我听人家说书说得多，从来没听过有人像大哥说的如此豪情，简直就是林冲在世，妙妙妙！嘿，贤弟何尝不是呢？英雄的事迹当然应该是由英雄来演绎，这样才能叫做好、痛快。来，上桌给大哥添酒。好。哎，谢谢。好。姐姐，我。好酒，来，吃，啊！我们敬你一杯。好，干！吴一，你之前不是说那个信送的早就跑了吗？怎么又回来了？总之不是什么好东西。今天能够得到大哥款待，是乃人生一大快事。如果日后世杰设宴款待大哥，请大哥万勿嫌弃。哪里的话？啊，蒋小姐，今日万某所做鲁莽之事，蒋小姐莫记挂心中。俗话说不打不相识，世杰的大哥就是我的大哥，世杰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。当然了，这个朋友我交定了。好，来，吃。小人当道，豺狼虎里，他也是自保。李宁也帮他们说话。不好了，站住！什么事？哎，贤弟不是外人，说吧。
是，我们兄弟又失窃了啊？什么？我去打劫别人，在寨中竟然有人黑吃黑，分明是不给我面子。那传令下去，叫大家小心一点不就行了？这次已经是这个月的第3次了。哦，那这个人可就是个惯匪了，如果不抓出来，可能会变本加厉啊。难道我们不知道吗？说些有建设性的话行不行啊？大哥啊，小弟才疏学浅，不过从老师那里也曾经学过断案。闭门失窃这件事，我想小弟可以略尽绵力。真的吗？那就好了。可别大言不惭呢。尽力而为吧。事情究竟是怎么发生的？寻更前我的钱还放在那里，可是回来再看就不见了。我的钱没了。也就是说，钱就是你寻更的时候丢的。那平时这间房什么人可以进来？这间房间基本上是公用的，也就是什么人都可以进来喽。照理这么多人来回进进出出，窃贼应该是很难有机会下手的。请问几位兄弟，在失窃的时候，有谁曾在这个房间里逗留过？哎呀，说呀，你们哪一个偷了自己兄弟的钱呢？啊，爹啊，别生气了。你的这位好兄弟现在不是正在帮你查吗？当然。你怎么确定你们都不在这个房间呢？因为我们刚放完哨，所以就回来睡觉了。就是这个房间你们都找过了？都找过了，真的没有，到处都找过了，真的没有。如果我是贼啊，我也不会把偷来的钱再放回这里呀。对。当时你们有谁外出过呢？我没有出去过，上茅厕算不算？当时我在睡觉，睡到一半，突然感觉肚子有点饿，所以我就出去找东西吃了。对了，小六子当时让我陪他出去吃东西的，我就拿了一只鸡回来吃。还好意思说呢你？你吃鸡弄了我一身脏，害得我还去洗澡，然后我就去了趟茅厕，跟着就去厨房了。我是先去厨房，再去茅厕，大概吃多了，所以多去了几趟。我睡着了，什么都不知道啊。都是你啊！你可说都是我的错，你好了，我是说呀，就是我呀，都是你害的我呀，都是我呀，是我呀。你觉得应该放在哪里？纵观这个厨房，我认为最稳妥的地方就是这个炉灶下面。应该不可能，因为这个厨房有很多人，除非他有同党，否则他怎么把钱放在里面呢？哎，你们在说什么呢？我觉得那些钱就放在那里。贤弟真是料事如神呐！我还知道这个人的脸上是有疤痕的，我们现在赶快藏起来，因为他很快就会来找这些赃物。哦。原来是你，山寨的脸都给你丢尽了。寨主，饶命！饶命！哎，贤弟，你怎么知道一定是他？又怎么知道他今天晚上一定会回来拿这个钱呢？
道理很简单，偷钱的人一定是放哨的人。他肚子饿，来厨房吃东西，何必叫其他人陪他一起来呢？对，小六子当时让我陪他出去吃东西。最奇怪的就是，他都已经来了，还要把鸡带回房间去吃。我就拿了一只鸡回来吃。其实当中是有预谋的。好意思说呢你吃鸡弄得我一身脏，害得我还去洗澡。一姐，你知不知道是为什么呢？他之所以这么做，就是想让更多的人离开这个房间，这样他被查问的话，他的嫌疑也会被减轻，对吧？有慧根。那你还带我们在山里转来转去的？我只知道他偷钱，我不知道他把钱藏在哪里。于是我离开房间之后，我沿路看看哪里挖个洞可以把钱藏起来。但是大哥，你的兄弟放哨真是很尽忠职守，也很严密，他根本不可能沿路挖一个洞把钱放进去。站住！怎么样啊，大神捕？抓到你的贼没有？你不要戏弄我了。如果我是什么大神捕的话，你还能站在这儿站得这么安稳？信不信我打你？无义，不得无礼。贤弟，有什么发现？大哥，应该是刚才说自己睡觉的那群人中的其中一个，把钱藏起来了。哇，你好聪明啊！个个都知道，还用你说？站住！你这里放哨的人还真不少啊。那又怎么样？还不是出了一群鼠窃狗偷。大哥，现在嫌疑犯还剩下6个。所以你也怀疑他把钱放在茅厕里？当然啦，茅厕是最私人的地方。我也去了那里踩踏地上的泥土，那些泥土也没有被人家翻过。干什么？那你又干什么？我刚才在里面踩到粪便，所以你也是吗？难怪你跟我这么一样臭啊！我找到了，有发现？我想尿尿，我发现这里风凉水冷，可以尿得更畅快一些。嘿嘿，开玩笑啊。贤弟，今晚你带我们走了很多地方了啊！现在嫌犯只有3个了。又在那儿吹牛皮。我还有一个地方要去，我就会知道那个贼匪是谁了。在哪里呀？是厨房。哦，所以他在没有选择之下，一定会把这个钱带回这个厨房之内啊。不错，因为厨房里的人很多，所以我要将范围慢慢的缩小。你猜到他今晚会来，是因为这堆稻草再用1天就会用完，他一定要赶在天亮之前把钱拿走，否则就会被人发现这些钱了。钱重啊！一姐，我都说你冰雪聪明，事情不就是这样的吗？啊，你说，情形是不是跟贤弟所讲的一样？是，寨主饶命啊，寨主！
来，请。哎，贤弟，你真是足智多谋啊！哪里话？哦，折腾了一晚，总算不负姑娘所托。啊，大哥，时候也不早了，我们要告辞了。贤弟，你真的要走啊？梁山坡有108条好汉，如果要煮酒论英雄的话，3天3夜也说不完。大哥，将来的日子还很长，只要你一封飞鸽传书，我马上过来跟你喝不停。对呀，大哥到时候别忘了叫上我，我一定跟师姐一起过来。蒋小姐，你跟贤弟我一定相信。不过令父母，我爹娘不会追究的。蒋姑娘，我已经打听过，你是家中独女，你的爹娘待你如珠如宝。我们把你困在这个山中一晚，我恐怕他们已将春田县翻天覆地了吧？姐姐请放心，我爹娘确实疼我，我保证回去把事情原委跟他们讲清楚。我想一定可以大事化小的。口说无凭，可以立纸为据呀。免了，我怎么知道到时候你们会不会说是我们逼你们签的？哎，无疑讲的有道理啊。难不成你们想把我们留在这山上一辈子？哎，我早就说过他是个害人精。那罢了，那我们就待在这儿吧。这个山寨高床软枕比春田县好得多，只要不是住在那个山洞里就行了。大哥，你就慢慢考虑吧。师姐愿意在这儿住一辈子。客气，难得贤弟你明白，我寨中有几十兄弟，我一定得小心呐。当然了，换了我是大哥，我也会这么做的。口不对心，真那么想留下？刚才怎么嚷着要走啊？那又怎么相同呢？有何不同？那我对你呢是盛情难却，我对大哥是却之不恭。就算大哥要我在这儿留一辈子，我也愿意的。好，乳娘，预备一间上房。好。宋大官人，您的衣服我都给您准备好了，还有上珠小姐的斗篷我也整理好了。谢谢。有什么事儿尽管吩咐我。柳氏，你可不可以以后不要叫我宋大官人，叫我师姐就可以了？这可使不得，你是我们寨主的上宾，我怎么能无礼呢？那就跟你小姐一样称呼我就行了。哎呦，那就更使不得了。为什么？我们小姐管他叫害人精、吐膏子的。那基本上他讲话呢也很贴切。不过你跟你的小姐说一声啊，这个女孩子不应该讲脏话的啊。乳娘，你不用理他，时间不早了，麻烦您了。好，那我告辞了。慢走，慢走。对不起啊。你不用说了，我知道，你这是兵行险招。虽然刚才我用蜡烛威胁住了万人敌，可是只能够牵制他一时。要想全身而退，我知道这根本是不可能的。不止啊，他那个女儿也是万中无一，我都不知道是不是挖过他祖先的山坟，他就是缠着我不放。如果刚才我说一定要走的话，他一定会让他爹杀了我们的。没想到你还真的是深藏不露啊！哎，你还是我认识的那个宋世杰吗？不要夸我了，都是我平时听老师讲课的时候积累回来的经验，比起老师我还差得远呢。那就说说看，你跟我爹差得有多远？那论聪明才智的话，你跟我差得有多远？哦，原来在你眼里，我是一个绣花枕头、医包草的千金大小姐啊！
哦，好你个宋世杰，你的意思是我爹大不如前了？小溪呢？我回去告诉爹。哎，你别戏弄我了。那，我希望你跟爹的距离是这么长。不过，是你要青出于蓝。世杰不敢。世杰，你知道吗？其实这么多年，爹一直都希望你能有所作为，是你自己没有积极争取。不过我相信你是有才智的，你日后一定会取得成就。这个成就，不管是多高，不管是多远，我都会从心底里为你高兴。多谢你。哎，说什么谢嘛？那我已经是跟你有肌肤之亲的你的妻子，做妻子的当然应该支持丈夫了。我不是有心说的，只是当时的环境。如果将来有人说你半句闲话呢，我一死也会保你的清白的。我不会让人家说你的。我知道，你不是故意占我便宜。我也明白，在那个情况之下，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。我只是怕官府将来抓到万人敌之后，到时在公堂之上，夫妻一事就瞒不住了。其实我的确是太鲁莽了。我明白你的想法。我们又没有做出什么苟且之事，所谓清者自清，别人说什么我不会去在乎的。哎呀，好啦，下一个。太丑了，重新笑。哎，你长出胡子啦！哎，我小的时候一直最想给我爹刮胡子了，可是爹每次都不让。不如我给你刮胡子吧，怎么样？马上刮。嗯。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哦。我是第一次给人刮胡子，有可能会伤到你哦。那我来啦。成，你流血了，你疼不疼啊？我去拿块毛巾。怎么样，痛不痛啊？不痛。都流血了，还说不痛？没事啊。好光滑。我给你刮个大花脸，你说好不好？好啊。笨牛，都受伤了还说好，真是的。一定很累了，早点去睡吧。那我去睡觉了。下次再给你刮胡子。
想溜走啊？不是啊，我想出来散散步而已。告诉你，我们挑这里做山寨，就是喜欢它9曲13弯，易守难攻。平常人进来后，就像进了八卦阵。我平时已经守卫森严了，不过为了你，我加重布防。如果你们有什么风吹草动，就格杀勿论。你们就尽管走啊！哼，我真是搞不明白，你明明很讨厌我，为什么非要把我留在山寨里呢？你是不是有病啊？我愿意，因为你太讨厌了，我喜欢折磨你啊！你有本事迷惑我爹，我看你有多大本事跟我斗！哼，不可理喻。对呀，我就是喜欢这样，我要你一辈子倒霉厄运。好啊，你喜欢天天跟我朝夕相对，我一定成全你。反正我喜欢留在这儿，我跟你爹爹又志趣相投，我注定在这儿落地生根了。那我生是你们的人，死就是你们的鬼了。可耻！可耻是我可耻，无意姑娘，你清里脱俗，休外慧中，别人弄脏了你的手啊！油嘴滑舌。